写作：作者高嘉辉，刊伫台文网报第349期。自细汉我学会晓写字了后，就少爱伫家己的笔记簿仔内底写物件。毋管是写心情，也是记录学校上着喜意的课程，我拢会甲写起来，做我宝贝的日记。即项写的功夫是我读国校2年甲3年迄个时阵就开始有诶。逐摆写作文诶时，同学因拢头壳摸地烧，有诶想袂出来，有诶毋知要安怎用文字表达。同学逐个当伫想诶时，我诶头壳内底就想好要写啥物啊。一时仔尔，我就甲我所想诶要写诶一字一字，亲像一个画家用笔甲无共诶色彩画起哩，就安尼完成我诶文章啊。我学生时代作文，大部分拢有互老师学了，分数拢真悬。所摆细汉诶时阵，以静态活动来讲，除了读册以外，就是写作。因为较早学诶是华语甲英语较济，留落来拢是华文甲英文诶作品。讲实在话，我伫高中接触英语写作了，煞感觉比华语搁较有兴趣。老师嘛，互我袂歹诶分数。要尾学台文诶时，文学式诶册我已经读足济啊。我真爱读册，我感觉读册比教同学耍搁较趣味，会当学着真济无共诶知识，嘛会使增加家己写作诶元素，是一件有够赞诶代志。而且我发现学台文了后，3种语言比起来，我上爱台语，因为会当用台湾话写咱土地诶感情，嘛为台语出声，所以即摆我有法度写作。爱感谢迄个细汉就爱读册的我上爱写台文，咱来做伙写，好无？